来到安南区新安的透天厝，厝内摆满各种无共材质的眠床，却无任何业务人员小解，只有来试体验的民众。业者就希望消费者伫无人搅扰的状况，找出上适合家己的产品组合。一推出市场反应就超过预期，试营运嘛造成轰动，一天销量就突破200层。可是有一些感觉就不喜欢被人家跟着，会有压力。对，睡得很放松、舒服的程度。啊，你到一般的，就是让你睡得都是一点很短暂的舒服点，也是一点点而已啊。个门市啊，就是你进去有店员就会说啊，你要买什么东西，他不会先让客人先体验，然后也不会让客人去试躺，对，他就会叫你说，你想要哪一个牌子，然后就叫你直接下定之类的。床垫在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身心放松，身心放松跟我们在家里的状况比较几乎一模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会比较，第一个没有压力，第二个可以真正的去感受到我们床垫对我们人体就是到底带来的多少的正面的影响，或是不舒适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没有打扰的情况下，让你静静的去体验。那体验完成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床垫适不适合你。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营造环境的初衷。民众伫具有过程、脑困眠等相关的资讯，那是需要物理治疗师的专业来指导健康的姿势。困眠体验馆拢会当一摆满足，3合1的大型服务嘛成为全国首创。那无人体验，用你亲身的感受，然后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下，你去体验适合你的床垫。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专业的睡眠顾问，那去为你解说你的睡姿适合什么样的床垫，甚至枕头适合什么样的方法。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因为我们所有的床垫都是配合物理治疗师去做我们的设计，然后符合我们的人体机能、人体工学，然后甚至运动科学在这方面，所以我们也可以预约物理治疗师来去为我们做我们的睡眠诊断，或是我们的姿势诊断。数位化时代，台南自产自销的工厂，伫自创品牌以后，大胆推出24点钟无人困眠馆的体验，甚至顺应 AI 潮流，政府嘛将介入辅导，进一步调向人工智慧的服务，协助辅导，让它导入 AI 化，那么让这个民众可以体验 AI 的一个发展。那么在这个场域里面，我想未来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那比如说有机器人的一个导入，以及 AI agent 的导入，可以让整个民众的服务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更加的价值。人一生1/3拢在困，如何投资一张好的眠床尤其重要，甚至要为困眠障碍民众找来新的选择。所以业者对1万块起跳到6万块不等公开讨论的介绍，以及为人客定做专属的产品，拢希望让大家一暝好困。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